国内文化领域上悬荣誉奖项第42届行政院文化奖颁奖典礼伫今仔举行。这摆的得奖者有布袋戏艺术黄俊雄、台湾白领音乐家李淑德，也有台湾表演艺术工作者吴正杰。经典布袋戏《分州大儒侠》捌创下收视率90%以上的成绩。背后主要的大功臣就是布袋戏艺术黄俊雄。第42届行政院文化奖90岁的布袋戏国宝黄俊雄是得奖人。颁奖典礼顶悬由后生黄立功代替老爸来领奖。其实父亲的教诲甲传承最重要的是讲，咱这个戏剧部分爱袂当脱离这个忠孝节义。虽然讲技术啦、摄影的方面拢已经进步啊嘛，但是伫剧情的部分嘛是袂当脱离这个忠孝节义，这一直以来是阮坚守的一个部分。伫台顶演出的是阮剧团为第3个得奖者吴正杰所编的戏剧。吴正杰是国内表演艺术的重要推手，伊创办的兰陵剧坊，其中侪团员拢真做台湾剧团界的出名人士。做老师不一定都爱在教室内底，所以对于拢啥处处拢是教室，时时拢是会当教册。像兰陵剧坊，就是讲我转来是了后，有一群少年人嘛，因拢对戏剧有兴趣，安怎知道戏剧系足少，我就去指导。台湾白领之母的白领音乐家李淑德也得奖。李淑德为美国转来台湾了后，就投入教学。教50年以来，伊的学生遍布台湾甲国际，伊的脚步嘛行过台湾每一角市。伊是甲我讲，迄阵台北首善之区啊，所以较侪白领的老师但是中南部真正较欠缺，以寒假、暑假，伊拢会甲学生结合起来，会训练乐团，会演出。50年前真正是无法度选择。第42届行政院文化奖颁奖典礼拜三伫台北市中山堂举办，由行政院长陈建仁颁奖。文化部表示，行政院文化奖是国内文化领域上悬的荣誉，目前计共有93个人得奖，拢是对台湾文化顶尖有贡献的人士。记者郭文正由台北报道。